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心，将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主你的身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新的季节里，我们不只是单单的来领受你的应许和祝福。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要以实际的行动来活出来，让我们有你的馨香之气，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圣灵啊，我们需要你，我们欢迎你。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圣灵，我们谢谢你，我们欢迎你，求你更多的来帮助我们。我们渴慕你更多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来触摸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圣灵，圣灵，我感谢你，我知你正在这里。圣灵，圣灵，我欢迎你，你同在充满这里。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圣灵，我感谢你，我知你正在这里。圣灵，圣灵，我欢迎你，你同在充满这里。基督复活作宝座，赐下权柄，荣耀圣灵从天降临。亲爱圣灵再一次充满我心，我需要有你同行。充满我，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现在充满我的心，充满我生命，充满我生命，每天充满我的灵。圣灵，圣灵，我欢迎你，你同在充满这里。基督复活作宝座，赐下权柄，荣耀圣灵从天降临。亲爱圣灵再一次充满我心，我需要有你同行。充满我，充满我生灵，充满我生灵，来充满你。充满我生灵，现在充满我的心，充满我生灵，充满我生灵，每天充满我的灵。用你那活水的江河浇灌涌流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大大来充满我们每一颗饥渴沐浴的心。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求你将渴慕祷告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祷告成为一个最有力的兵器，让我们不断的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来敏锐圣灵在满我的灵，充满我的灵。情的温柔，那是上帝，我慈爱的父神，在我背后一直默默守候。有一双手，在我软弱时候，能抚平我心里的伤痛。他是上帝怜悯我的父神，他的恩典是
默默守候，有一双手，在我软弱时候，能抚平我心里的伤痛。他是上帝。我必要帮我们，谢谢你，你也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哈利路亚！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再次用我们的信心来呼喊耶稣的名，因为当我们呼喊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耶稣是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是耶稣，你是我们生命当中永恒的盼望，更是我们教会当中最大的盼望。主啊，愿你在今早将你的盼望、将你的荣耀再次赏赐降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愿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达到你的面前。主啊，祝福我们早上，愿我们所唱、我们所听、我们所看、我们所赞美的，都将一切的归荣耀给你。愿主祝福我们早晨的敬拜，也求你赐下新的恩典、新的恩膏、新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身上。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相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恭受上帝的话。圣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对岸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已在船上，他们就请他一同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入船内，以致船灌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他说：“老师，我们快没命了，你不管吗？”耶稣醒了，斥责那人讲道的题目是：在惊涛骇浪中的平静在哪里？哦，神伟大的爱，何其长阔高深，经不吝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真正唯一的人性，真若帮助我们，是困苦吗？是
爱心和支持，这个我们牧师有身心灵的健康，能够带领我们教会一起来经验上帝所赐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愿按时候结果子，生命也不枯干。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一首古老的诗歌，歌词是这样子说：我正航行，我正航行，我正航向远方的家乡，横越大海，穿过暴风雨。确实，就像歌词所描述的，我们的生命就像一艘船，航行在人生的旅程。有时候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会遇到惊涛骇浪，有时候是平静安稳。然而，听歌词是优美的，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样。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在这个航行过程中的惊涛骇浪，它摇动了门徒的信心。我们知道加利利湖平常看起来非常的平静，不过呢，它的风暴却是非常的有名。那这些风暴呢，它出现是非常突然的，而且是非常激烈到令人难以相信的混乱。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来在它的地理上有一个特色，也就是它位于……不好意思，我的 PPT 为什么一直在跑？我把它叫回来。好，不好意思，他那个 PPT 会自己跑吼，可能再请同工帮我一下第6题。那可以说是世界上就是海平面最低的一个淡水湖。那它四面环山，还有呢，就是它有非常多的峡谷。那我们知道峡谷呢，就会让那个气流怎样突然的下沉。那下沉的时候，吹在这个湖面上，就会引起狂风巨浪，好，就会形成的今。他们把它认为说，这是一个象征邪恶的黑暗力量。然后呢，它威胁着上帝的创造，也威胁了上帝的子民以及上帝的旨意跟计划。那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在马可福音当中，其实常常都会描述海中是有什么怪物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耶稣带着这些门徒带人，所以对这些门徒来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未知的行动哦，是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行动。不仅如此，在这个航行的过程当中呢，原本平静的这个湖面，在一阵阵风吹的时候，突然就怎样，激起了一阵阵的巨浪，打进了船里面，也就是传说中那个风暴竟然出现了。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刻，因为呢，这边的用词，这个动词的变化，其实就跟旧约的约拿书所描述的那样子的一个惊涛骇浪，其实用的是相同的一个词语。也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惊涛骇浪当中，这些门徒的心是怎样？非常非常的混乱跟恐惧的。虽然我们知道说这些门徒里面的专业，也就是说，在这个处理这些风浪或者是开船，照理来说应该是非常专业的，可是。其实，即便是面对加利利湖这样子的一个突然的风暴，这样的一个惊涛骇浪，对他们来说也是什么？已经不是他们能够去控制的了。对，所以已经超越他们的力量。而且还记得我刚刚说的吗？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只是一个风暴哦，这还意味着一个黑暗势力对于上帝子民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看到门徒在这些惊涛骇浪中的表现是什么？非常所有的一切的一个。只是这样，如果当我们都经历的时候，我们也会怀疑，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难道门徒他们已经面临这种专业知识之后，可是呢，历到惊涛骇浪的时候，还能够相信耶稣的话语？这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面对风浪，看到其实即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世界的困境里面，很多生活当中的地方，有谁会想要去？青少年一定会想要去，所以我们有一年就带着这些的青少年去七美玩。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在多年之后，有一次我们在跟这些青年举手好吗？少数
这些青年人就被困在了七美岛上面。可是呢，我们有些孩子需要回来台湾本岛做暑期辅导，所以怎么办呢？那我就只好想办法，觉得还可以，就去请渔船、渔夫评估能不能开船。所以呢，我们是坐着渔船离开七美。那你就想象在那个船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惊涛骇浪，那个船的浪非常的大，然后呢打过这一个船身，所以你就发现这些小孩子们，都市的孩子们真的没看过这么大的一个浪，而且船呢摇来摇去，抓都抓不稳，有的吐，有的怎样，有的脸色发青，甚至会想说，妈会不会没有办法再看到你了？就是会害怕是不是真的还能够平安的回到岸上。所以，但是很有趣，他虽然回忆起这件事情，感觉到当时是非常害怕，甚至觉得有可能会回不了家，但是他同时又说：“谢谢牧师，让我们有机会去经历到像彼得他们一帆风顺，我们还是会充满的许多突然发生的这种惊涛骇浪的状况。比如说，我们从群体来看好了。”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过去3年的疫情，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个惊涛骇浪？虽然这个惊涛骇浪看似已经比较减缓了，但是它也还没有过去。不仅仅是如此，当我来到台南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样的惊涛骇浪，登革热的一个挑战。那不仅仅是如此，我们也看到世界上有许多战争的挑战，像惊涛骇浪一样。那也像我们最近圣经学院，我们有开了一个牧者高峰会挑战。然而，我们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我们预备好的是什么？话语对我们的困境，对我们在惊涛骇浪当中要说什么呢？是如此，耶稣的服事过程有没有来自门徒的冲突？有吧？就有人想要坐大位，对不对？要做官、做高位，甚至耶稣自己都有面临到他自己呼召上面、使命上面的冲突。耶稣上圣殿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尼园，耶稣跟上帝之间那样子一个内在的冲突。可是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些冲突都成了什么？灵性转化的机会，都成了灵性成长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信仰这些的话，信仰不是一个什么身份传承，好像身份可以给谁，并不是。信仰也不是一种理性的认知，对于信心，它更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是口号。那圣经的话语也不是在我们生命遇到困境的时候，好像默默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并不是，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在遇到惊涛骇浪的时候，这些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信心，成为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答案呢？接下来我没有用那个 PPT， 是因为我发现这个 PPT 它好像会自动播放的来源，因为我们看到在惊涛骇浪中被吵醒的耶稣，他会怎么样？他做2件事情，对不对？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对这个惊涛骇浪说话，他站在这个船上。用了2句命令的话来说什么呢？静下来，停止。整个风浪就停止了。那我们今天读的和合本里面，它翻译的是什么？住了吧，静了吧。但是平静下来，确实，因为这个别吵，平静下来，就说不要出声。事实上，这一句话就跟耶稣他在赶鬼的时候所用的话是一样的。那这个也让我们联想到，是啊，在那些吵杂的声音，在那些惊涛骇浪中吵杂的声音，或者是那些不幸的声音，它是吵杂的，它是混乱的，它其实是会影响我们信靠上帝的那个信心。但是天气的变化，因为他是大自然的主，他事实上透过这个惊涛骇浪，他让门徒重新认识他是谁。耶稣让门徒重新认识他是谁，也重新认识他话语的力量，因为他就是创造世界的主。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大能，这是一个福音的大能。耶稣的话语确实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守护者，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唯一的依靠。所以我们能够学习到说，信心不是一种理性，不是在岸上那种好像听了道理我们就能够懂。
信心也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信心是什么？信心也是祷告当中被圣灵激发，重新带来那样子的一个信心。所以信心是什么？是一种 ing， 是一种持续进行的。所以它不是怎样，我好像可以把信心拿起来放，或把它放在我的心里，它就永远一次有效。不是，信心它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对门徒这样子问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因为有时候可能门徒认为自己已经怎样，哇，我已经跟随耶稣，日夜都跟随，对不对？一路跟随耶稣，应该对于真带来的那种信心是要持续不断的去经验的，持续不断经验。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奇妙的事情，很奇妙的事情，就像冲突也成为灵性的转化。我们看到从门徒跟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惊涛骇浪中的恐惧，也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门徒灵性成长的时刻。所以很有趣哦。门徒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有2次提到他们惊惶，他们恐惧。可是这2次是不一样的。当第一次遇到风浪的时候的那一种的恐惧，跟他们看到耶稣的话语平静风浪之后的恐惧不一样在哪里呢？因为当他们说这到底是只是在意味着他们在他们的风暴当中，在他们的惊涛骇浪当中，他们看到了上帝的启示，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好消息，他能够带来生命，他能够在惊涛骇浪中带来平静安稳的力量。所以上帝是掌管世界的主，我们的主是掌管世界的主，也透过世界的一切，我们成为我们认识上帝力量的地方。所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有多大？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有多大？我们让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产生的信心有多大？这就是我们在惊涛骇浪当中能够今天的经文能够去看到的。在对世界来说，福音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语能够平静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惊涛骇浪。耶稣基督的话语能够平静我们生命当中的惊涛骇浪。福音的方式不仅仅是用说的，更重要是在困难的时候活出来。上帝的话语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在我们脆弱的时候就会我们平静惊涛骇浪，我们平静惊涛骇浪信心的来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个人就从那个地方找回你对上帝的信心，而话语就是你找回信心最好的来源。也许我们不仅仅是个人，也包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惊涛骇浪。也许我们会祈祷，也许我们会感觉到无助，感觉到无力。然而在这样的一个惊涛骇浪当中，我们不要怀疑上帝的话语对我们生命的应许，因为上帝要在我们的惊涛骇浪当中与我们同在。他的福音，他的好消息要带给我们盼望。我们当中会遇到许多像战争、信仰群体的问题，人跟人之间敏感的冲突，但是我们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得到那个真正的平静和安稳。上帝不是与我们没有关系，圣经的话语不是与我们的生命没有关系，而是我们需要更多去经历到上帝话语的大能。所以藉由这样子的一个话能来带给我们信心。就像圣经学院其实过去这几年也是在不同的惊涛骇浪当中，也包含了疫情，包含了科技，包含了许多时代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可是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惊涛骇浪的过程当中，我们唯有凭着信心来依靠上帝。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的在努力。像过去这几年，院开很多的课程，给谁？第一个，首先是给我们的传道人，给牧者，因为我们发现牧者也需要怎样，不断的双修。
双休是什么？就是需要灵修，需要退下来休息，让他的身心灵重新得力。那不仅仅是如此，也还需要进修。因为我们知道时代一直在改变，有许多新的理论、新的实践的方法需要学习，所以我们就是推动这样子一个牧者的在职进修。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推动了很多的课程，其实是以灵修为主为核心，也就是说，不管是牧者的一个灵性的工作坊，或者是说平信徒的一个灵命造就的工作坊，我们开了很多的这个课程。因为我们知道说灵修神学其实是在过去这30年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的学科，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践。那因为很多人开始发现说，这个信仰不只是一个理性的认知而已，更是一种生命、心灵深度跟神的一个会遇。它不仅仅是在我们的理性，更是我们生命全人在经验的。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灵修，透过默想，透过更多的一个灵性的操练，能够帮助我们真实的去经验到上帝话语。所以不仅仅是如此，我们还包括我们一般都说真善美，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谈真谈善，却没有谈什么美。在我们的信仰群体里面，我们谈很多真，谈很多的善，却少了这个美。时候，其实美学也是帮助我们可以去经验到什么？经验到神，经验到神。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在圣经学院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的，包括了今年我们设计的一个博览会，叫做重返福音现场的基督教博览会，这是第1届哈。那为什么会去办这样子的一个博览会？最主要是我们要重新去思考福音在哪里，而福音过去的宣教士他们是怎么传福音的？那在台湾最早的福音是怎么样进行的？所以我们回顾最早从荷兰时期，一直到什么，在南部的宣教到北部的宣教，一直到近代。所以我们从过去的历史去看，并且我们也展望未来。所以我们在牧者高峰会里面，我们也谈到了媒体跟宣教的关系，也谈到了 AI 人工智慧跟福音宣教的关系。那这些是我们其实圣经学院在面对惊涛骇浪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也要寻找新的意象啊。我们也希望忠实的能够去将传福音的使命能够给宣讲出来。而这样子的过程，其实我们运用了很多艺术的元素，也就是我们运用了很多基督教的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然后希望透过这些艺术家他们怎么样用艺术来经验福音，用艺术来体验福音，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去思考福音的可能性。所以我一个影片很短，但是可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1届基督教博览会的内容。谢谢同工。好像不是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播放一下，谢谢。谢谢。其实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就是今天透过我来到富强教会，看到我们教会也
发挥了非常多破框的思考，用创意的、用非常中心的方式在做门徒训练以及传扬福音。所以这是一个时代中心的福音宣扬的福音使者。圣经学院也是一样，也期待圣经学院本身也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是中心的去把这样的一个福音能够传讲出来。那希望上帝的福音在这个时代能够继续被看见，因为我们活在世界的惊涛骇浪当中，我们的焦点不是在人的身上，我们的焦点也不是在这些的困境上面，我们的焦点应该在那个创造的耶稣基督的话语的大能之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寻道者，我们都是追寻真理、追寻道理的人。希望这些话语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平静惊涛骇浪那个信心的来源。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是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面对惊涛骇浪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能够通往耶稣基督大能话语的时刻。因为我们相信主的话语必然带来生命的转化，带来生命的拯救，而我们需要的就是信靠你，跟随你，衷心的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者。主，我们也恳求你，你也怜悯我们这个世代，不管我们的邻舍，不管我们的台湾，不管我们的世界所发生的这些惊涛骇浪，我们都相信主你是掌权的。主，你的恩典必要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相信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必然掌权，你必然在这些的惊涛骇浪当中掌权。主，就恳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将我们与你紧紧的拴在一起。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好，请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回应诗。我的心为你歌唱，我的灵因你刚强，你的爱在我里面酝酿，催我在世上做光。我愿意为你摆上，我愿意尊你为王，只叫我体贴你的心肠，忠心持守直接勇往，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即使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意向，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一生要向着标杆直跑，直到终点的照将。我们再次唱次副歌，将我的眼光，将我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即使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意向，将我的眼光
们一起来为了几件事情，我们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为了自己来祷告。或许你现在也正处于那个在惊涛骇浪之中，或许你像今天经文所看到的门徒，有害怕，有紧张，有遇见困难的事，但求神帮助你，在这样的惊涛骇浪之中，耶稣也要对你说，这个风浪要止息，他要平安的带你经过到对岸去。为了自己祷告，也为了圣经书院来祷告，求神祝福这个学校，让他们在做信徒的培育的工作有神的力量，有神的同在，使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带来众教会的祝福。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教会所推行的福音事工来祷告。从这个礼拜开始，有许多的幸福小组已经开始的展开，求神带领每一个幸福小组，祝福每一个同工，当他们参与的时候，主你的力量够他们用，也祝福每一个来参与的 best， 让他们来到教会当中，来到每一个幸福小组，他们的心就被感动，他们就被你的福音所吸引。我们一起为了我们台南最近所遇到登革热的疫情祷告，求神怜悯我们这个城市，祝福我们这个城市，也特别带领我们政府的官员，让他们有好的方式，有好的政策，来使整个疫情得以控制。也为了得到登革热，我们教会当中的会友，也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为他们祷告，求神医治他们，祝福他们。也为了我们教会当中周报当中所写到这些身心灵软弱，需要有医治或者是需要关心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来祝福。我们一起为了所提的这些事项，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一起来祷告。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主啊，带领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主，我们相信虽然有不同的惊涛骇浪，但主，我们相信都有主你美好的旨意在我们当中。主啊，是你的同在带领我们，在我们的不看顾。主，我们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当中，是我们的看顾。主，我们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是你的不看顾，是我们的旨意。主，我们相信你是在我们的同在，是你的看顾，是我们的同在，是你的看顾，是我们的同在。我们的父神，我们在这面前向你献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经过高山低谷，会经过惊涛骇浪，也如同今天经文所看到的，有时候主，我们向你呼喊，主啊，你在哪里？但主，你告诉我们，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必平定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风浪，一切的风暴。你必带领我们渡过到对岸去，到那个你所引领我们那个可安歇的草地，那个可安歇的水边，让我们经历到你丰盛的恩典。主啊，我们特别为了我们教会当中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祷告。主，他们现在也正处于这样的惊慌、哀痛、难过当中。主啊，你医治他们，怜悯他们。当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来到你面前，主，你就使他们再次得着刚强。因为你是他们的避难所，你是他们的医治者，你是他们的磐石，你是他们随时的帮助，带领他们经历他们人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刻。主啊，也为了我们在台南现在所遇到的疫情，登革热的疫情来祷告。主啊，你是怜悯的主，你是医治的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这块土地，特别在我们台南的这个城市。主，有许多人因为登革热的疫情感到身体的不舒服。主，求你医治他们，怜悯他们，也祝福我们政府的官员，让他们有从你而来的聪明智慧，制定出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政策，使我们的这个城市，使我们的这个国家可以得到祝福。主啊，也带领我们的教会，在9月、10月、11月是一个福音的季节，让我们所展开的每一个福音施工，都有主你的能力，都有你的灵充满在当中。主，我们相信我们为主你来宣扬那个美好的福音时，主，我们就看见你的恩典再次来彰显。主啊，祝福每一个幸福小组，祝福每一个愿意摆上的同工，让他们所邀请来的 best 心也都被打开，让他们的心也都再一次被感动，来到这个教会当中，来到幸福小组当中，他们就看见主你的美好。祝福在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让他们因着有你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的生命就得以改变。主啊，也祝福新竹圣经书院这个奉你名所设立的学校，让他们在这个学校当中所推行的一切事工，都有主你的看顾，赏赐你的智慧在每一个同工的身上，让他们知道如何来帮助众教会，帮助众信徒继续
朝着信仰的生命更加成熟的方向来前进。祝福这个学校，祝福里面的每一个同工，带领他们前进。主啊，也再次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面前，让我们随时定睛在你的身上，特别遇见我们生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时候，主啊，带领我们，让我们定睛于你，让我们真知道主你在我们的船上，主你在我们的身旁，让我们不惧怕，让我们可以勇敢地向前行。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念本周的金句。本月金句，我们一起念2遍。大家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因书4章6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腓立比书4章6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周报。周报第2页有下个礼拜日的主日敬拜服事同工，请有服事的相关同工，我们特别留意。第3页是我们的各聚会的出席人数以及聚会的课程内容，请我们大家自己来看。第4页肢体交通。第1点，今天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我们非常感谢圣经学院的周秀云传道代表的学院来到我们的教会正道请安，他给我们非常棒的勉励以及分享，我们谢谢周秀云传道，谢谢你。
另外也请我们一起为圣经学院来一起关心代祷跟奉献，好让这个圣经学院呢能够成为培养信徒在职场上为福音做见证，而且是提供灵修课程研习课灵性研习课程以及门徒培育的中心。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那我们自己教会的夏牧师今天是受派前往西门教会证道跟请安。第二点，我们等一下呢，在礼拜后1点半，在2楼召开了我们的定期长执会及首长联席会议，请我们相关的同工留意时间，来预备心参加。第3点，下主日9月24日是教育事工主日学主日，我们的主日当天是由曾瑞平牧师主理。我们主日学的老师跟学生已经非常用心的在做预备在下星期日他们有相当多的服事，请我们为着这个下面的这个表格上面的这些孩子们一起来祷告这些孩子都非常的勇敢。那若是你家里的孩子有参与服事，也请爸爸妈妈家阿公阿嬷们陪伴他们一起去做预备，相信神会赐福带领我们下个礼拜的主日。第4点，我们开始进入了我们第6期的幸福小组这期间有很多的小组已经开始求我们请特别的为着所邀请的这些 best 来祷告让他们的心能够被圣灵所感动，打开他们的心来接受福音。也请我们特别为服事的同工们来守望代祷。另外，如果没有成立幸福小组的小组呢，我们也请你在福音主日11月12号之前，能够邀请慕道友来举办福音茶会让他们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福音主日的名人讲座。第5点是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分别在礼拜天早上的8点40以及礼拜5晚上的7点50，邀请我们富强每位兄姐们都能够拨时间一起来参加。我们有越多人的祷告，相信对教会能够带来更多的力量跟改变。第5页，肢体交通的部分，下礼拜第6点，下礼拜是我们的奖助学金发放的日子请留意这些得奖的孩子们，如果你们家中有小孩，请提醒他们。第7点是婚礼的祝福，本会谢承佑长老跟王昭文执事夫妇的次男谢以胜弟兄和邱佑成弟兄、林丽娜姐夫妇的次女邱子倩姐妹，定在10月7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在我们的教会举行婚礼。我们恭喜他们，并且也请弟兄姐妹能够欢迎你们来参加观礼以及祝福。我们也特别为新人婚礼的筹备以及建立蒙恩幸福的家庭来代祷。第8点，下星期日我们也有举办医治祷告的时间，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在这当中来被领受医治祷告，我们请预备心来参加。接下来是事工研习的一些消息，以及牧区团契的聚会内容的消息，请我们自己看。第6页，关怀代祷的事项，这里有列出许多要代祷的事情，请我们利用自己的时间，灵修的时候来特别为这些需要来提名代祷。接下来我们请曾牧师补充。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来介绍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新朋友。我们来介绍第一位新朋友是李雪梅姐妹，在什么地方？好，在出那边。我们起立。还有张彩薇姐妹，我们一起拍手欢迎他们。好，谢谢，请坐。还有一位也是我们当中来的新朋友，叫李淑全姐妹，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拍手欢迎她，欢迎你。好，请坐。好，几件事情跟大家一起补充，跟大家来补充报告。刚刚思慧有讲到，我们下个礼拜是个非常特别的主日，是我们的教育主日，会由我们的主日学的学生，他们来负责整场的主日礼拜所有的服事。所以我想下礼拜会是一个非常热闹、非常有趣，而且是充满孩子的一场礼拜，跟我们平常只有成人不一样。所以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下个礼拜一起来参与这场非常特别由儿童来负责的主日礼拜。好，相信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
刚刚也有提到，我们幸福小组已经新一期的幸福小组开始展开了。我们特别昨天有2组宝贝幸福跟启动幸福已经开始他们的幸福小组。今天又有2组，一组是果真幸福，还有紫苑幸福啊。我们的圣基是我在这里吗？还是已经去预备了哈？没有好，那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子兰姐跟唱修安这边，我们也给他们鼓励一下哈。今天的下午要开始幸福小组哈，好。也愿上帝祝福我们所推行的每一个福音事工。我们刚刚会有报告到，不论我们是否有做幸福小组的事工，我们一起为这些所推行的小组为他们祷告。当然，我们也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在接下来11月，我们会有2次的名人讲座的时间，可以邀请你的朋友在福音主日，邀请他一起来参与这些特别的主日。还有这一件事情报告是我们9月份开始。我们的儿童的音乐班跟我们的书法班又开始恢复了，所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来学习书法的，在礼拜6的下午，你可以一起来参加，在2楼经脉中心2楼的地方，或者是你家中有孩子，或者是你有邻居、有朋友有孩子，邀请他一起来参与我们教会在礼拜6下午在教育中心地下室所举办的儿童音乐班，所以。有教会有不同的活动，不论是福音的活动，或者是这些各式的活动，我们都非常鼓励，也非常邀请每个弟兄姐妹，依照你不同的属性，可以邀请也一起参加，也为这件事情不停的关心来带导。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补充报告这边。颂荣我的神，我的王啊！颂荣后，我们请曾牧师做祝祷，请起立。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默祷，闭会。